天始皇姓赵，姓嬴呢？有没有史记里面写的是姓赵呢？他小时候在赵国当人质，嬴跟赵同祖先呢，都是皇帝的儿子夏浩的后裔。刚刚看到的那个史记，刚刚看到的是嬴政农历正月出生的，秦始皇姓赵啊，也有文章写姓嬴啊，嬴政嬴，黄口业内有那个嬴，南嬴那个嬴没有3点水，嬴政。如果从这个史记来看的话，也是赵政哎，他嬴跟赵的同祖先呢。你看秦朝后来不是有赵公啊？应该都是亲戚啊。赵高丽2世胡亥，然后矫诏杀了长子胡须啊，然后子婴，另外另立子婴。胡亥的哥哥嘛，子婴，子婴在杀赵高，像那个刘邦哦，头像。